大家好啊！今年呢係香港電影資料館成立嘅25週年，喺香港嘅文化博物館呢就舉辦咗一個叫幸會25歲香港電影資料館珍藏展，展出呢多項呢就香港嘅電影嘅文物嘅，當中包括咗呢香港最早期嘅粵語片《女性之光》同埋抗戰嘅電影故事片《掙扎》嘅文物，同時呢亦都展出咗呢香港呢首部呢35毫米嘅彩色電影《蝴蝶夫人》嘅劇照嘅，亦都包括咗香港最早期16毫米全彩色粵語片嘅《金粉霓裳》嘅劇照。同時呢亦都展出咗呢香港最早期嘅紀錄片《香港風景》，另外亦都有個名叫《香港風貌》嘅截圖嘅。同時呢亦都展出咗呢香港呢首部呢用閩南話拍攝嘅電影，叫做《相逢恨晚》。而同一時期呢，香港亦都拍咗一部呢係用潮州話拍嘅電影，叫做《黃金龍》。個展覽呢亦都呢展示咗呢喺香港呢2次大戰後呢一間好重要嘅電影公司叫永華影業公司嘅文物，同時呢亦都展出咗呢當其時呢喺華人影圈入邊呢絕無僅有嘅一位女性導演，而好出名嘅就叫做吳錦霞，人稱霞哥嘅文物。亦都展示咗呢香港呢20世紀中期一個好著名導演李晨風嘅，同埋香港電影之父黎文偉嘅文物嘅。展覽呢亦都展出咗呢香港好多套著名電影啦嘅戲服啦，同埋當中呢係包括咗呢滿城盡帶黃金甲周杰倫所着過嘅戲服嘅。而展覽亦都展出咗啦多個嘅電影獎項啦，包括咧進軍咗國際啦而奪得國際獎項嘅電影。今次嘅展覽咧係由即日起啦至到2027年3月29日嘅，而嘅地點咧就喺香港文化博物館1樓專題展覽館，係免費入場嘅。但有樣嘢要值得注意嘅係逢星期二係休館嘅。